我嘛是上新的现场，要来关心交通部铁路局，即马研究高铁要延长到宜兰，这个规划嘛已经公开。为南港一直到宜兰市，拢总都要开995亿。即马团讲为了要让速度变较紧的，交通部嘛把这个案件直接夹入去北宜直铁案件，唔免搁再做评估。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吴德成今仔日接受访问的时，伊嘛讲到北宜直铁案件已经评估过啊，接下来会伫咧直铁也有高铁两个经一个。 咱做过来听伊详细的讲法。我看到的这个跟我了解的状况，原来的直铁的那一个计划，环评没有过，但是那个交通部这边已经另外编列预算，那么再做一些检讨，那么综合规划跟接下去的环评的工作，那么这个部分是持续在进行。 那他现在增加一个高铁，他意思是说增加一个替选的方案，把原来的只有台铁、直铁，那么增加高铁这样的一个计划，同一个路廊纳进来做一个选择，我的看应该是这样。可是它还是会经过翡翠水库的积水区。两个我看那个路线，都有通过。 那这个部分它还是要经过环评的程序。请问是因为选举要到，所以才说要盖高铁？我觉得要做这样的一个评估，也不是一天两天。我想，大家都把它正确的解读。我觉得应该是整体建设的这个推动，也不能因为选举而停止。 到宜兰其实蛮方便的，会觉得多此一举。这个部分当然看这一个怎么解读。就以这个宜兰这边的乡亲来看，我也代理过宜兰的县长，那么担任过副县长，我也是宜兰人。那么宜兰现在对于雪隧的塞车啊，确实是一个梦魇。那么这个塞车状况，将来在年底。 苏阿改通车之后，会更严重。就现在经过雪隧的车子，那么一部分到宜兰，一部分是到台东花莲，所以苏阿改通车之后，这个部分会更多，会更严重。那么这个问题势必要解决，所以高铁如果能够延伸的话，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中之一，也一并解决这一个花东一票难求的问题。 是有帮助的。那从台北到宜兰，其实台铁算是还蛮好玩的。台铁以目前来讲，因为它的这个弯度很弯哈，而且这一个南港这边跟基隆这边的这一个瓶颈啊，就是那个车次的瓶颈，那么也是一个饱和状态，它要增加班次是很困难的。 所以增加一个路廊，就多一个这一个交通的一个管道，我觉得对整体交通来看是好事的。